华航伫今日发生重大公安意外，惊早起有一名维修员伫咧执行飞行机起落架移除作业的时阵呢，却互这起落架夹到送病院油管救无回来。通市路检处表示，这件案件是华航最近5年上严重的公安意外，会依照重大职业灾害追究责任。甲原本就报废的客机用封锁线围起来，路检员嘛伫边仔斟酌记录，要来了解事发迄当阵的状况。就伫日早起11点外，华航爆出重大的公安意外。一个查甫维修员伫咧做报废客机起落架移除作业的时阵，起落架撮对顶悬起夹到伊。虽然现场其他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甲伊救落来送病院，但是因为伤势过重，嘛是宣告死亡。发现事业单位在进行飞机起落降拆除作业时，因残压未确实泄压，导致作业过程中安全装置断裂。根据路检处的了解，这个意外是咧做机械设备拆除的时阵，无确认设备的粘压敢唔确实摄压，则造成安全装置断去了后，起落架收起来，结果互维修员红叶条死亡，已经依法要求现场停工。对这前技师表示讲，民航机起落架收放要经过3200 psi 液压油的制动来进行，而且维修的过程中，驾驶舱和地面的维修人员互相之间一定要用无线电做到上好的沟通。在当，不管这架飞机是可飞的或是报废的飞机，你在做维修的时候，都是要遵章守法，按照 SOP 步骤来做。它当然也会有些 SOP， 比方说，它可能会先有一个安全人员先去看看轮舱的周围，好，或者轮子的周围有没有障碍物，甚至有没有人员在现场。如果确定了没有之后，他们才会做这个液压的一个收起或者放下的测试动作。针对这摆意外，华航表示讲，修护员执行修护拆除作业的时阵意外受伤，经过随送病院了后，同款是宣告不治，因感觉是真危险，会全力帮助家属来处理所落来的代志和辅助作业。伊嘛随开始调查，要厘清代志发生的原因。这嘛是华航伫最近5年以来上大的公安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